小一面試同埋升小一之前，究竟要學到邊度先可以夠用呢？我哋總共有7個單元，頭2個單元呢就包含咗500個常見嘅中文單字。咁如果想基本完成小一面試嘅話，就完成呢2個單元啦。我哋全部單元都係由單字開始教起，然後就可以讀到詞語、句子，跟住仲可以做練習。單元1就已經可以做到重組句子同埋閱讀理解。單元2會有分辨同音字、相似字，有節日。如果想小一面試卓越嘅話，就完成埋單元3，好多小一需要用嘅字，同埋好多閱讀理解，亦都有形容詞、相反詞。單元4開始簡短嘅閱讀理解，教佢哋排次序，跟住有數學文字題，入邊抽咗啲字出嚟教佢哋睇題目，然後就開始真係去準備做閱讀理解啦。單元5、6、7全部都係閱讀理解嚟嘅，都係會由單字開始教，係啦。咁之前單元1、2、3、4累積嘅字呢，喺之後一路都會見得到、用得到嘅，因為要讀文章啊嘛。好，咁如果呢升小一之前完成1、2、3係最好嘅，卓越嘅話呢，就升小一前完成埋單元4，準備好上小一就非常輕鬆啦。跟住小一嘅時候呢，完成埋單元5、6、7，咁成個小學呢就會非常輕鬆噶啦，中文課程係唔使擔心啦。7個單元總共有1570個字。